我没问他们，就不去问的。你这些都是跳不了多久的。哎，你穿这个颜色的话，那这个才发现它是，才发现，好特别，这第一次穿这种颜色哈。这个白玉线的，这个老头子用这种老乡，他应该冬天就住成都了，应该就不会去了。高压跳个9分钟算了，这会儿。去跳舞，然后就过来坐一会儿。然后这两边后面三个都是王清的徒弟。咱们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，咱们谢谢大家。咱们都看一下有什么。送那这的妹妹基本上都在这里跳舞的。因为我今天也是盛装出席。没有，后面的这2个人到不？啊。后面那阿大哥后面那2个。谁啊？阿大哥后面那2个。哪个？哪2个？那2个，一个戴口罩，一个没戴口罩的。嗯，谁啊？认识不？认识不？你上去问一下嘛。你把那个镜头朝着他们介绍一下。红包还不在吃，第2天来吧？好像第2天来，昨天来过的。哎。昨天那个，前天没来，前天这2个。在刘志的直播间。这个我不知道，等会去问他。这个也戴着口罩。新来的吗？昨天来的。昨天来的。昨天来的2个美女。
别高一个气质。口罩还是解决不了，还是冷。你好，哎，戴个帽子哦，黄渤，这就时尚。这还有一个，这戴帽子的是谁？这不认识。那不是团队。跳跳应该要去掉，跳跳都是热起来还是要去掉。戴口罩，要么戴帽子，要么戴手套，什么都用完了以后，你看了就温暖了，你看了那个帽子就暖和的不得了，不用戴都暖。以前我们家卖的那个，从头到脚都卖的，衣服也卖的，就是那个时候衣服都是人均收入一个月才500块钱，现在那个时候就卖2万多，但是生意还买的人还很多哎。你想1年才6000多，你花几年钱买一件衣服，现在还是有钱。那个时候
10000块钱交完元付嘛，已经买一件衣服2万多，好多都是由于西藏那边的买的衣服，他们西藏那边有些部门给他们发那个给员工买衣服就买我们那个，我们是西藏农业厅嘛是谁啊？我和他们采购买那个应该是18000左右，17000、18000左右，全是羊毛。手套也贵，这多少钱？这些年都已经不流行穿羊皮了。皮草那些早就好多年都不流行了，以前呢还流行，以前我们他自己造了一些衣服。这大型取灯点天2天没来了。这两个衣服颜色一样的，上衣的颜色，基本上颜色差不多，一个深一个浅。战地来了，战地来了。高个子全部在一起哦。함께 여기 유교 너도 초창적이 너다 사는 모두 야수 사이 소세 야수 깡대 주는 그만나 그래 사시비 영화 모두비 영화 퍼센트비 영화가 뭐야고세 카바 원수
终于来了两个。嘿嘿嘿，终于。都来了，就这一个啊，终于来了。哇，小朋友好多啊！一排都是女孩子，只有一个男孩子。上面效果要3、13，中间5个包，哎，中间5个包。这什么呢？这个号是你缴纳，其他号都缴纳了。那没法看下去，什么费用？无所谓。这个费起码我们要承担。你等下去，现在说那个是不干了。我们不收，他们其他不行。是。拿个小视频这个。我们是等那些人看见的，平常谁在这儿会噻？有时候发抖音发出去，我就看见相当于我是境外求证的，那时候就可以，但那时候我没拍到。懂的，意思就是比如说，吸引点流量人气。都好高哦。本来就看见的就好，可能就官方没提。我就爱这么着。就是杨妈送的，他洗的那个。这个不知道啊，没去问，有点稍微有点年纪有点大了。28个，我毛是要289整个宝宝。有一条。
堆的小朋友，这里面都5、6个，全是女孩子。只有一个男孩子。